年母，这间有遮尔戆的人啊，放一个遮尔可爱的女朋友，袂晓要陪，走去咧做工课，啊无是啥物人，那遮尔袂晓要体贴啦。爱着迄种有工作狂的查甫人哦，迄实在是有够冤枉的啦。礼拜日都袂晓要陪你，啊，伊是到底是该当做啥物啦？就是我好心伊看伊，伊甲对我电一摆，叫我莫去搅扰伊，气死人！迄人我哦早就气甲吐血啊啦，啊无到底是啥物人？啊，那遮尔无尊重你啦？是顺昌啦，除了伊，也够上会当安尼对待我。这种无甲你放大心肝内的查甫朋友哦，早就好切切的啊！搁再讲哦，顺昌我是一个警察呢，伊的头路是我安尼危险呢，你对伊要创啥？不如来对我。你是顺昌的男朋友，你莫甲我开耍笑啦！我讲要约你就要约你啦，顺昌我是算啥？我还袂娶伊，还袂嫁，大家拢是自由的啊！搁再讲，我感觉我甲你较适配。你在醉啊！好啦，就准讲我咧醉啊啦！我嘛知讲，无应该放互你这样水的女朋友，在咧孤单，在伤心。米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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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哭啦！我知你足是委屈的啦，交到一个遐尼安尼唔知轻重的男朋友，拢是这顺昌啊，这小囝，我替你来甲教死啊！小姐，这是你用抢去的背包。哎，你的手受伤啊？有要紧无？一点仔小伤尔，不要紧。多谢你。来啦，细弟啊，交好。哎呦，你哦，啊，那你哪安尼啦？你啥人来咧啉酒？无啦，无啊，不同啊，啊，你哪甲米友带你去啉酒啦？阿姨，无啦，阿姨心情无好，阮开档尔，伊啉一点点仔尔。你这个查某囡仔哦，西门仔种唔是款的。你哪甲不同到底哪？你哪甲不同到底去啉酒？讲啥听无啦？米玉，你是安怎？你走啦，就是你啊！安怎啦？啊，你笑啥啦？就笑笑。小可要管，妈，不要紧啦。哎呦，恁这个囡仔是安怎哈？一个面啉较水茫茫啦，啊，你手佫着伤。三爷吼，饲恁大汉是互我加烦好有诶。小兄，就是有压伤无
臭酒伊遐重，你昨日人是教人啉什么烧酒啦？无啉啦，我啉一点点嘛，我无啉啦。讲话拢已经大字啊，徛也徛袂知，啊，搁讲啉一点点啊，你实在真毋捌代志，你知影无？顺昌啊，你是对比我遐尼歹势咧歹安怎？伊今仔日会去啉酒哦，你家己还小检讨咧啦。我检讨，阮讲就是啊，你是安怎初步内无是带伊去啉烧酒？歹势，我无带伊去啉，是伊家己心情无好，讲要借酒来解忧愁。伊的心情无好，嘛拢是因为你，敢若还无用你的头路啦，搁来啉落美玉啊，搁也袂晓要安慰伊。美玉有你这男朋友，实在是不幸啊。阮的代志要你管啦，今仔日你带美玉去啉烧酒，就是你的毋对啦。你家己本身要逍遥放荡袂要紧，你是安怎要将美玉带歹？歹势，我无咧像你，美玉较输家若是我的女朋友哦，我会甲惜命命，袂放互伊咧孤单等无人。你安怎？哎哟，好啊啦，一人减讲一句好无？做啥物安尼？你听真着哦，假使你若袂晓要珍惜美玉哦，早晚我会甲足够手，你爱注意。我无，真正我无。啊，啥？你今日要甲谁做伙？无人会管你。是这样，是这样。是安怎啦？你若要插我，你袂记刚咱斗阵啉酒，算啊偌趣味咧。你当我是因为心情无好，毋才会安尼？也毋过，你讲我对你讲的话是真的，我是真正要约你呢。咱两个是无可能的代志，而且你是春香的男朋友。这，我甲春香是算啥啦？再来我都无承认讲，我就是伊男朋友啊。又再讲，嘛是伊家己欢喜要甲我斗阵的。美玉，你。对不起，你哪当讲这种话？我不准你对待春香安尼，你莫甲我哥哥弟。美玉，美玉，美玉，不管你安怎讲啦，规日我要接你就对啦，你下班我来接你。我无可能会搁甲你出门啊。你甲宝东到底是安怎？哪有安怎？海在香讲要叫我。春香，我想吼，宝东一定是在滚耍笑的啦，而且你来向我嘛无可能介意。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放心啊。要毋过春香，你毋通搁我加讲话啊！假使讲你若真是要和宝东斗阵吼，我是劝你吼爱较注宝东的行动，因为伊红感吼袂准咱好好公主。我知影啦，不过我实在毋知影，要安怎才会当抓到伊的心。什么代志啊？我这2张电影票啦，送互你看。唔免啦，我过来。电影袂歹看呢，不要紧啦。唔免啦，你哦，我毋是讲过，这个信来对你有意思，你毋是？你看电影票拢送来，妈我袂讲。
兄弟啊，你是又搁摕什么互阮煮啊啦？无啦，我是摕电影票互伊啦。电影票？搁有无？歹势，目屎出出，这张哦，我要治啦。袂用的啦，这张是我家己要看的啦。兄弟啊，你还佫暗砍这张哦，这张，毋过你一定要请阮美华去看电影。我知啦。大家啊，天来要叫阮美华啦。莫走啦。是的啦，我若紧张吼，就想要走便所。天来啊，走便所搁摕门帘啊，还是便所无门锁？啊，莫假啦！你莫搁乱了好无啦？歹势，目屎七七，我嘛有交代啦。下马口吼，叫我好好甲你照顾啦。像迄天来迄个，点点甲三我讲，注意啦。是天缘道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为前程，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来妹姐。啊，嚼一嚼。我无嚼。恁这间虾仔店的负责人是啥？啊，是我是这间虾仔店的负责人。你大概新来管区的哦，歹势啊，最近才无闲，你安尼来遮久啊，拢无来拜访，是的。这无重要啦，我是来处理恁这间店虾仔店有关占有公有土地的这个代志。这有影，你袂请管区的去啉烧酒？有影，歹势，安尼啦，明仔载我请你啉烧酒啦。家己兄弟啊，对，有啥物代志好啊谈详嘛。我毋捌你，莫来佚佗。钓虾仔场侵占的部分，共款必须爱拆除。管区的，平平趁食人啊，做代志无啥遮尔绝啦。你嘛留一我暗暝后这边的人的，对无？我只是依法行事而已，只要有违法的代志，我就必须要处理。管区的，莫伤白目啦。恁白男票你是要安那？我会依法甲你拆掉。你，顺昌啊，煞去啦！看人这钓迄条，毋是才开一两工尔，再来也毋有啥物代志啊，你就莫共处理啊啦。报道，我咧执行任务，希望你莫插好无？顺昌啊，算起来咱嘛是有一点仔亲戚关系伫咧，敢袂使我一个民主咧？你莫等下我讨交情。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怎哦？但生理场你甲大细声要啥？但是只不过嘛，一个管区的，你还要算啥？顺昌啊，莫遐尼无人情啦。我是伫咧公事公办，限你1个月来拆掉，若无我依法执行。顺昌啊，看，牛就是牛啦，看你北京是牛。你看要安怎？等，你甲等来讲啊，看等下要发生安怎？顺昌，陈小姐，是你哦？有啥物代志先？无啦，我是今仔昨昏来去说多声，毋知你的手伤有较好无？哦，一点仔伤尔，无啥物啦。实在真歹势，为着我害你煞受伤。来，我这束花要送你，表示我对你的敬意。多谢你。其实保护百姓本来就是阮做警察应该做的代志啊，你也免客气。我嘛是应该甲你说多声。那顺昌哦，伊是同命同用，遐毋知囝仔拄落伊哦，遐算衰啦。主管，你莫搁甲我学老啊！你若搁继续甲我学老落去哦，我看我真也会帮你。啊，咱就事实咧甲人讲，主管啊，你大家拢伫啊，安尼上拄好。我想讲要请恁食饭哦，今仔找无人嘞。这位是顺昌啊，哦，你会敢讲确实袂歹。这个三好朋友生做遮尔水啊！多谢是，你误会啊，伊是。莫叫我多善事啦，叫我大贵啊就好，咱拢是好朋友嘛吼。其实这位沈小姐是一桩抢案的这个受害者，是阮帮忙伊抓到这个抢犯，伊今日来这个所在是专程来甲阮说多谢的，毋是像多谢是所讲的迄款男女朋友。是安尼哦，啊是讲袂要紧啦，啊表示讲恁有缘啊，搁再讲哦，恁两个嘛真适配啊。
哦，发着。来咱乌白讲，人深小姐因老爸伫咱镇内哦，一开一间是偌大间的工厂呢。哈，你哪能开玩笑呢？哦，伊就是沈老板的千金哦。是啊。沈小姐，恁老爸哦，甲我真熟啦，要不安尼啦，等用暗食饭哦，咱斗阵来去讲。真多谢，唔免啦，因为我工厂伫还佫有代志伫的。哦。罗警官，有安尼我先走，各位再见。无咯，沈小姐，要食一个便饭，也毋是啥。顺昌我哪会去啦？我并无答应要甲恁做伙去食饭啊。哎呦，顺昌啊，要食一个便饭，也毋是啥物大代志啊。佮再讲哦，这陈主管伊当初调来的时阵哦，我嘛有请伊食饭啊。今仔日咯，算讲是我替你遮风啦。袂用的，我也是感觉无方便。陈主管啊，食一个便饭，也毋是啥物特殊的意思啊。佮再讲，今仔日我遮尔诚意来，恁若无去哦，我是足闹气的啦。我知。顺昌啊，咱食一下饭也毋是当大代志啊啦，做人当时也毋是安尼去。我。晓啊？哦，你的眼光确实袂歹。这查某朋友生做遮尔水。心计较也无法度，为前程苦情啥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妈，啊，你毋是咧上班，咱走来遮？我下晡有请假啦，我是陪春香来问保同的代志。保同？你甲保同有咧来往哦？毋是我啦，是春香啦。妈，啊你哪来遮？啊，都青天要高考的时阵哦，我来下愿啦。啊，今日是来下愿的啊。李哦，我问你咧，你有介意顺昌无？阿母知影吼，顺昌心肝内正经爱的人是你。才无咧，伊根本都毋超过。你两个人自细汉斗阵大汉，顺昌哦，一直拢真照顾你啊。可能是最近哦，伊拄则去做警察，比较较无闲，所以吼才会疏忽你。你啊，你若是正经爱一个人，爱上眼光看较远的，莫去计较眼前的代志，知影？杨姑，伊对我这冷淡呢。你若遐尼戆，顺昌的个性你应该上较清楚啊。伊自细汉哦，都袂晓讲好听话啦。若对你好，也是放在心肝内。你讲，你若是真心要对伊啊，应该就要体谅伊、支持伊，莫阁增加伊的困扰才对啊。迄天你啉烧酒醉哦，伊表面上是足气咧骂你哦，不过实际上哦，嘛是足关心你呢。不过你偷偷问我讲，你有要紧无？妈，我杨唔要等食饭啊。你有代志哦？你毋是讲叫爱体谅顺昌遐，我要来家歇息呢。你哦，你哦，奶奶。啊，妈，我袂当送你回，要安怎？不要紧啊，等下青天来遮带我。行，春香，俺们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当做了的关系，
会啦，虽然哦，目前啊，这个公文比较较济啊，我慢慢会适应啦。安尼就好。